专门不要说我们要干嘛。对啊，没事答应做早餐而已。有咸吗？感觉没有咸。不错，可以啊，对，可以再打点回去。完成。走吧，上完叫他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我知道。行了。好。哦，你都用好了。嗯。你看今天早餐，你会想加菜吗？加什么菜？今天早上起来我弄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早餐这样，但是要有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他们两个要拍出一个有亲密感的照片。他们觉得我们拍的可以，我们才能吃那个。我们先好，那你帮亲密的。1、2、3。真的好亮。换你们。1、2、3。OK。有了。看起来好帅。我觉得你们拍的也，我觉得我刚早餐来喽。哇塞！然后这我昨天炖的牛排，还是你又新煎的？那是新鲜的。真的还假的？看起来煎的比我好。我准备了。哦，然后另外一边。好吃啊！不知道。我们还在合照啊。早餐合照吗？对啊。可以。1、2、3，耶！下午不是还有行程，要不要赶快吃一吃，然后收一收，准备上。好啊。好，那分一分吧。好。各位，我刚刚发现信赫跟硕婷他们在旁边，不知道在看风景还是干嘛。我现在要去偷袭他们。你看，等一下，我不能被他们发现，他们在那里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真是，哇，手还勾起来！我要偷袭他们，他有没有发现我？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刚才干嘛？看风景而已啊。只是看风景吗？你干嘛？你走开啊！不要跟。请问刚刚是在干嘛？请问刚刚跟他的互动是什么样？我们刚才在聊。没有，我刚好像似乎看到你们有在牵手。哦。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在回忆，我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不了解，谢谢。有信心吗？有，完蛋了。红队，加油！哇，你被射到了。有，很痛。小心！很痛，太痛了吧！哦，double。你别走。耶，赢了！我早就抢到在赢什么？赢了，我先的。好慢哦。好了，很棒了。我们来这个对呼。1、2、3。在第一次给我们的沈俊，什么第一次啊？你说越野车吗？对，正式第一次给我们沈俊没错越野车骑乘，好不好？对，你觉得你有信心吗？你说把你安全送到上面吗？没错。当然。那你有信心把我安全送下来吗？有啦，都有，绝对有。你看
我们有那个威风的教练，我们有威风的教练，教练会甩尾啊！他等下会带我们去山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山上了。森林秘境啊 Yes， 你有信心你不会掉下去吗？看你的技术吧。对啊，来，然后太快我就会叫你慢一点。啊，可以，我接受，我接受。Let's go！ 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跟这个路有点，你好好骑啊！我要骑多久？20分钟。20分钟。对，20分钟。凉了。会扶好吗？不用。我这样离我好近哦，我好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演戏的时候可以跟。哎，这要大家自己去看哦。还是要再一次？现在不太方便啦。可以啊，蛮方便的。我已经感受到你的那个胸肌了。下坡喽，还好吗？可以。有后好美啊！给大家看一下风景，哇哦，好美！然后会遇到11分钟的吗？怎么会有猴子？看我们的上方有树，用肉眼看比较好看，让大家看到那个。这里的我们骑了那么远的车程，我们介绍一下那个看这个地方就是全部都是杉木，很多树。这间最后一站，有没有觉得有点有点舍不得呢？蛮舍不得，对吧？可是我们之后还是会很常见面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哦 ，See you， 拜拜。希望他可以讲话不要再这么冷，不要再开冷笑话。这2天辛苦你了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，可能做菜啊干嘛。还有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在打呼。希望跟他讲说，我们就一起加油，一起完成这次的宣传，完成这次的剧，然后也要跟他说辛苦了。从拍戏到现在，我知道他有时候也会有挫折，我也有挫折，那我们也就会互相安慰。那我就在这边再跟他说一次，就是辛苦了，对，真的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这段时间就很谢谢你，是一个很好的陪伴者，是一个很好的我的学习的对象。然后我们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很能够为彼此加油，都可以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。我们觉得我们一直都还蛮契合的，所以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一起有合作的机会。对，这一次收到秘密任务是，我的任务是，这次的秘密任务是，我的是要帮每个人整理头发。你看一下你的头发，不用看，你的刘海真的乱了，真的乱了，真的乱。请问是有什么惩罚吗？如果没有做到的话。